上帝会保佑我的，爱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要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心里太清楚了，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那又在哪儿？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哦，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呢，又在哪儿？信訊息是什麼，而這次叫你真的驚訝。最美亦最真，卻像是假。投入的聲音沙與啞，而你說你快樂已害怕。你不信任愛嗎？和情人三心一吻來代替講話，好嗎？這信號已無聲，仿有聲，
領略是未需解碼，和情人緊緊擁抱來代替講話，好嗎？你快樂眼淚雙灑了，而不准你灑。我在旁聲不要害怕。出心意嗎？仍欠語句唇邊輕輕掛，給些信心好嗎？聽到低泣的聲音沙與啞，而我說我會來付代價。我心痛但你聽到嗎？和情人深深一吻來代替講話，好嗎？這信號已無聲仿有聲，領略是未需解碼，和情人緊緊擁抱來代替講話，好嗎？你快樂眼淚雙灑了，而不准你灑。我在旁聲不要害怕，凝神凝望你這串淚線，我發覺我已完全回應，而無用你的啟齒，和情人深深一吻來代替講話。領略是你需解碼，和情人緊緊擁抱來代替講話，好嗎？你快樂眼淚雙灑了，而不准你灑。我在旁聲不要害怕。Hello， 又係小傾傾無底線無聊電台嘅錄製嘅日子啊，係啦，咁樣今日係2025年嘅5月28號啊，又嚟到5月嘅月尾啦。咁今日嘅溫度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係84%咁樣。咁校低啲音樂先。係啦，頭先播嗰兩首歌呢，就係陳小春嘅《神啊救救我》我最近都係要神啊救救我，同埋第二首最近阿謝霆鋒都出翻嚟啦，開演唱會，謝霆鋒嘅《無聲仿有聲》啊咁樣。咁歌啊播完啦，咁今日播歌嘅其實我冇好特定嘅主題嘅，咁因為我相信今集係好少聽眾會聽到先啦，首先因為有啲背景嘅，咁總之就我最近覺得幾有趣嘅歌我就拎出嚟播啦咁樣。咁今日主題呢就係講渣男嘅，係啦，其實我都鋪排咗一段時間嘅，不過又忙啦咁樣嚇。跟住又好似時候又未到咁樣，又未做資料搜集就冇做到。咁咧原本個主題咧就係叫做渣男渣女嘅。喂，咁我哋要兩性平等噶嘛，咁講渣男啊，講渣女啊。但係咧後來出事啦，我問親啦，我唔知係咪問啲對象都係女士啦咁樣，即係全部都係渣男嘢咯，包括我自己講嗰啲都係，我講翻嗰啲，咁冇渣女咁我。冇理由有屈人哋嘅渣女嘅啫，喂，不如咁啦，今集就講渣男啦，揾一集做完資料搜集啦，再講渣女啦，咁多集都好啊，所以今集就講渣男先，咁點解突然間又想做呢個主題呢？咁事緣就係咁嘅，咁公司嗰度呢，我唔講前公司定
打後嘅公司定依家嗰間，我唔講啊。總之咧，做嘢嗰度咧就係、都係識過一啲渣男嘅事啊，眾數啊咁啊。咁咧其中一個渣男係咁喎，咁當然講嘅嘢係完全唔關我事啦。我哋都莫講話解決，我係解決唔到噶嘛。呢個世間咁多罪惡啊，係咪？咁啊，但係我咧即係見到啲渣男嗰啲行為啦嚇。咁我作為一個教徒咧，咁樣對嗰啲罪惡咧嘅靈敏度特別強噶嘛。咁冇嘅。咁你做嘢嗰度又冇得做，即係解決任何嘢㗎，亦都唔方便解決任何嘢啊。咁所以我就拎上嚟個電台嗰度抒發下個人嘅諗法咁樣啦嚇，關於渣男嗰啲。咁由於個內容咧都涉及得太多我個社交圈啲同事嗰啲啦，所以咧我就係唔會周圍叫人哋聽嘅。咁今次就即係收到邀請嗰啲咧，咁你都唔使咁。雖然我都覺得你哋唔會嘅，即係唔使派俾人哋聽啊。只有咧被選中嘅小朋友咧先會聽到呢一集噶啦嚇，咁樣，所以都可預計咧今集個 view 數係極少啊嚇。咁啲技術嘢咁我哋就唔咁考究啦。咁你哋都可以揀聽啲 juicy 少少嘅內容啦嚇，咁樣。咁樣咧又出今日錄音之前咧，尋日就同個學生即係傾緊個主題啦，都專家嚟嘅。咁咧佢即係我話我想做渣男喎，咁，跟住佢第一句就問啦：喂，咁點先叫渣先，大佬？咁樣個個定義唔同喎。咁飲食算唔算啦？咁又係啊。咁我飲食又未必算，我都俾人飲食過。咁飲食都唔一定係渣男㗎。咁你損友咧，咁損友都已經可以飲食啦嚇。咁但係咧，我今日咧喺最後嗰節咧，我會講啲真人真事出嚟嘅。即係我諗咧，即係其中一個 case 咧拎出嚟講咧，我諗全中國咧冇人話佢唔渣噶啦，基本上咁嗰啲就冇得講話，喂，見仁見智啦。我真係唔覺得係見仁見智咯，嗰啲就不過咧啲戲肉咧就遲啲時講咁樣啊。咁我哋就賣個關子先。我哋依家又播歌，我係特登嘅。咁我哋播完個歌翻嚟咧，就再講關於渣男嘅 research 啦，咁播歌啦。正三更一到逐漸發病，欲望攝入這麼近，換件金色的禮服再確認，今晚我靚亮，弧形墨鏡凝望壯闊的沙漠，綾羅外套期待有某君輕薄，試着西服每天等某某揭幕，欣賞上帝精心的傑作。事物有聲，在那事物裏邊偷偷窺看，衣服半解，讓我顯露我的一身精幹，沒有別人陪我闖，上有睡床和浴缸，我抱我到美豔套房，夜靜三更一到便認了命，滴汗對住這魔鏡，望我上半身下半身來問聲，今晚我靚唔靚？
剎那的歡樂，長裙亂舞，就斷淚蓋掩失落，孤單依舊抱起失意已未復，修補來淚空虛的愛河，衣櫃有聲，內裏千萬套衫哭得悲壯，孤獨無依，夜半孤獨談過衝失空曠，獨個夢遊明月光，直到地球明日光，那個過客午夜拜訪，夜靜三更一到便認了命，的看對住這麼勁，寂寞花生酥閉幕後發病，的淚滲入西裝領，來望我上半身下半身來問聲，今晚我靚靚，一生襯到絕頂，華麗震動雷電聲。书里走那些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她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问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好，又聽完歌啦。咁我哋頭先聽嗰兩首啊，係蔡一傑嘅《我今晚靚唔靚》呢首歌係冷門，但我覺得幾有趣。同埋莫文蔚嘅《慢慢喜歡你》啊。咁啊，聽完歌唔賣關子啦，入獄啦。講兩句又播歌咁樣嘅，係嘛？咁啊，講啦。報個時先，現在係5月28號，係咪28號啊？係啦嘅下晝2點05分啊！喺天氣濕度嗰啲啊，聽嗰個自己 check 啦，唔講啦。咁樣就講下我 research 呢個渣男嗰啲嘢先啦，我哋讀下書先啦。點解要講書咧？咁咧，我啊覺得咧，渣嘅定義咧，就首先咧。即係個渣男咧，其實暗馬底都係冇乜同理心嘅，即係我識幾個都係咁，即係佢唔係好顧人感受先咯，即係唔當個女仔係人，即係有思想嘅個體先咯。如果唔係，唔會做嗰扎嘢啦嚇。首先就咁咧，我又覺得係好危險嘅，有啲遇着呢個渣男嚟講嚇。咁啊，資料搜集嗰陣時咧，就有啲共通嘅情況嘅。咁啲渣男，即係聽幾個 case 都係咁上下，真係好似喎。即係開頭都係嗰扎嘢。首先咧就係會煲大個肚先嘅，唔知點啊？即係唔知渣男共通都係唔做安全措施，會煲大個肚。咁啊，例如更甚就會會拳打腳踢啦嚇，咁好常見啦。咁啊，第二就言語傷害啦，都係十分常見啦。第三就係會度水啦，攞下錢咁啦，都係常見嘅。但係咧，如果你即係我睇嗰啲相關嘅書即係我唔係有心啊，即係咁啱嗰本書講到呢個題目。咁啊，其實你徹頭徹尾咧，你遇着呢啲渣男咧，嗰段關係咧，其實係唔愉快嘅。其實你諗，即係聽人哋講啦，其實過程係唔愉快嘅。只有痛苦嘅啫咁啊！但係咧，就個女仔甩唔到。點解甩唔到咧？呢個就真係要從一個知識面去拆解啦。咁我講咯喎，咁咁樣嘅。咁咧個女方咧就唔會走咁啊，就一個好有趣嘅情況啦。咁啊，點有趣法咧？因為本書咁講，咁有個詞語啊，叫做沉沒成本啊。大家有冇讀過經濟啊？咁啊，用一個經濟學嘅講法咧，咁嘅。咁咧，如果你想要一樣嘢，即係你要買一樣嘢，咁嗰樣嘢本身有個價值先啦嚇。咁你會付出翻相對嘅成本咧，去換取呢樣物件嘅嚇。即係哪怕感情先啦，當係一個物件就。咁如果當你付出嗰個成本咧，已經遠超於呢樣嘢嘅嗰個本身嘅價值咧，咁你即係個成本咧，好有機會咧係追唔翻嘅即係蝕本生意咯嚇。咁當然呢種投資係非常之危險啦嚇。咁咧，咁你嗰啲追唔到嘅成本咧，就叫做沉沒成本啦。咁樣咁例如啦，你俾咗10個蘋果。咁咧人哋對方咧先俾翻個橙你喎咁你會有時就會俾我錯覺啦。唔係啊，我投資咗都係會有啲嘅。依家一個橙咧，可能將來2個橙咧，即係你會俾到個錯覺咧。嗰個當事人咧，我總有一日係回到本嘅但係我依家咧，我要俾多個10個蘋果佢。咁你不斷10個蘋果換1個橙再俾10個蘋果再換多個橙。咁即係咧，你嗰個俾嘅成本咧，越擺就越多啦即係好似賭錢咁咧，你輸咗10鋪咧，你梗係期望第11鋪再擺多啲落去，然之後追翻，即係贏翻佢啊嘛，反擊佢啊嘛，諗住。咁咧就喺呢個過程咧，你越嚟越投入得多嘅時候咧，就變咗不能自拔啦咁樣
因為咧嗰個沉沒成本啊太大啊，係啊，即係你割捨唔到件事啦，咁變咗。咁咧去到呢個地步咧嚇，咁樣嗰件事咧基本上就唔可以用感情呢個字眼去形容咯，冇感情噶咯，亦都冇快樂啦嚇，咁樣咁咧就係純粹一個賭仔咧賭輸咗錢啦咁樣去形容咧嗰啲女士咧甩唔到啲渣男啊。點解甩來甩去都甩唔到，仲越泥足深陷咧？就係嗰個賭仔賭輸錢嘅心態。所以咧，其實咧對於呢種情況，其實如果你係理性嘅話，假如當係你係理性咧，應該咧就止蝕離場，即係嗰個沉沒成本就由佢蝕啦，蝕咗就蝕啦，咁樣就應該止蝕離場咧，先至啱數嘅咁樣。但係奈何啦嚇，女性咧即係。女士咧都係情緒化啲嘅，所以咧點解咁多渣男咧就仲揾緊食咧，就係咁解咯。咁啊，因為我就講個例子先咁嚇。咁咧就唔好講邊間公司啦嚇，總之有間公司啦。咁咧我又識得個同事啊，咁啊渣男嚟。咁當然我係聽完佢啲嘢，我先知道佢係渣男啦嚇。咁佢又有啲前科嘅，咁啊都係嗰啲啦嚇，就崩大咗個女朋友個肚，然後咧就由佢去落仔。啊點解話由佢去落仔咧？就唔係個男仔叫佢落仔，係個女仔自己去落，都係啊咁樣。你話你真係由得佢做咁，然後咧就同我講嘛，即係過去啦，就嘻嘻哈哈喎，真係即係好似講緊人哋啲嘢咁。係好彩佢肯落咋，啊唔係就瀨晒嘢啦咁樣。即係我當刻聽到佢咧，我見到佢咁笑嘻嘻個眼神咧，我就知道咩係罪惡咯。嗰下就哇！呢個粉腸真係，即係你唔覺得係關自己事嘅，真係直頭咧就係唔覺得自己有啲責任咁樣啦，即係當下啦咁樣。咁我當刻就覺得咧。真係邊個女人黐着佢咧，就真係一定冇運行嚇。咁當然啦，咁咧大家都會覺得，人之初性本善咯。唔知會唔會有人覺得係咁樣啊？即係人係會變嘅，即係越變越好嘅嘛。我一陣間講多個例子你就知道咧，我係相信咧渣男係一世啊。不過係第二個例子再講。咁啊，講翻呢個先。咁啊，落完仔啦，知道佢黐邊個都冇運行啦，咁咧，但係奈何咧就唔係咁，就一定係有啲女同事咧黐埋去。嗱，雖然我當中嘅機理我諗唔明啊嚇，即係講下嗰個男同事嘅條件先啦，即係稱唔上高大威猛，因為係唔高啊嘛，淨係矮啊。咁啊，你話有學歷又唔係啊，即係。高薪厚職又唔係啊，即係有車有樓又唔係，即係有車有樓都可以方便你做渣男，佢又唔係啊咁樣，即係個樣都係平嘅，我覺得平嘅咁樣，即係你又唔係彭于晏咁嘅樣，係咪先？即係又唔係健身教練咁大隻六嚿腹肌都仲係有女同事啊中埋去嘅喎，特別咧啱啱畢業嗰啲可能初出茅廬啦咁樣，咁你。即係其實佢係阿叔嚟嘅，其實即係從年紀嚟睇咁啊，專係睺嗰啲啱啱畢業嗰啲，唔知係咪因為好壓啦嚇，即係我咁樣啦嚇。咁咧就不斷咧有啲女同事加 S 尾即係眾數啊，咁樣撲埋去嘅。咁啊當然我覺得係有啲技巧嘅嗰個渣男就，因為同時淨係借一件嘅。咁係可能方便做嘢，因為做嘢嘅空間都係狹窄啲嘅咁啊，都係有啲眉來眼去啦。咁每次一眉來眼去，我就知，瀨嘢啦。即係我戥個女仔擔心啊，佢瀨嘢咁真係為佢祈禱。因為嗰啲我理唔到，我理咁多咧，俾人戒頸嘅其實你知個社會打滾係咁啊，罪惡係橫行噶嘛。你咁多個渣男，我理得幾多單啊？即係。所以我淨係可以為佢哋祈禱啦，咁樣。咁咧，我見到啲咩咧？其實即係因為我見到嘅嘢咧，係啲女仔見唔到噶嘛。即係你明白啊？
即係我唔係吹水唔係作，但點解我講得咁實佢係渣男？因為我見到嘅嘢佢哋見唔到。因為即係其實我研究完一番，其實嗰個男嘅做緊一啲咩咧？其實一個打獵嘅行為啫，只係一個即係例如佢想打一隻鴨，咁佢就會有計劃啦，有計算啦，有啲部署咁啊，純粹係為咗打隻鴨嘅啫，咁樣咁啊，即係將佢拆肉起骨做標本啊，諸如此類啦。但係其實中間咧係其實暗啞底，我唔覺得係有感情嘅，即係佢唔會同隻鴨發生感情，即係好似好搞笑咁，佢唔會有感情嘅嘛。咁啊，更加係就係其實呢隻打唔到咧，佢就打下隻嘅其實。即係所以點解係女同事咧？即係呢個唔得咪下個咯，即係呢季唔得就下一季咁樣。其實即係我係睇住呢啲嘢咁樣輪住嚟發生，所以個女仔可能覺得佢係 only one 啦。其實唔係咁樣嘅啦，小朋友即係咁啊。咁佢轉頭就打第二隻啦。咁即係咁簡單，一種單純嘅事，即係會打發時間啊，玩個 game 咁簡單啫。其實我覺得反正嗰個男仔又唔會付出咁多。佢都唔會容許自己付出好多嘢，其實你徹頭徹尾真係唔係付出好多嘢。咁你每年每季就係咁樣睇住啲女士咁樣一啲入世未深嘅畢業生啊咁樣同佢搭上咁樣，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唔可以喺一啲公開場合啊做嘢地方講啊，即係一定要係，所以我為咗抒發自己嘅感受咧，就擺上嚟一個電台嚟講。咁啊，其實個同事都仲做緊嘅，其實咁就唔知下個話食邊個啦。不過咧，其實我中間有反省嘅，其實咁因為有啲即係我同人哋傾啊嘛，傾呢個話題都有啲嘢翻嚟嘅，例如話，因為你話個男嘅嚼個女啫，咁你到最後邊個嚼邊個唔知嘅啫嚇。咁我哋有冇聽過蜘蛛女呢樣嘢嘅？咩叫蜘蛛女啊？即係嚼完之後咧。個女嘅嚼嗰條仔噶嘛，反嚼條仔噶嘛，真係咁啊！我唔知啦咁樣，可能真係有啲咁嘅高手嘅。但係一個係老手，一個叫老司機啦，另外一個啱啱畢業啊，入世未深。我唔知咯，但係我覺得個男仔係有揀對手嘅習慣咁啊到最後邊個嚼邊個都真係唔知。總之件事就係咁啦咁佢依家都啱啱又上手咗一件啦然後就真係為個女仔祈禱，我為佢嘅父母去祈禱。咁啊講完第一個渣男啦，咁啊我哋依家就不如播個歌先啦。好，播歌。在臨別時候，通話並沒記錄，而我們的過去沒聲息的結束，但唯獨遠處那面掛鐘，可以給我紀念這秒的痛，並無任何幸福是活現眼前，連愛情的證據亦得不到半點，沒留念也欠缺舊信件，竟看不見怎麼可再相見，一個冷漠，一個決絕，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為何發現，在腦內剩餘紀念，已剛剛足夠跟我糾纏。一句説話，一個決定，清清楚楚，乾乾脆脆，你我永遠不拖不欠。但慶幸尚能發現，在印象上留紀念，每一刻都記得你甜。
蜜過的臉。是活現眼前，連愛情的證據亦得不到半點。沒留念，也欠缺舊信件。竟看不見，怎麼可再相見？一個冷漠，一個決絕，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為何發現，在腦內剩餘紀念，已剛剛足夠跟我糾纏。一句説話，一個決定，清清楚楚，乾乾脆脆，你我永遠不拖不欠。但輕向上能發現，在印象上留紀念，每一刻都記得你甜蜜過的臉。冷漠一個決絕，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為何發現，在腦內剩餘紀念，已剛剛足夠跟我糾纏。一句説話，一個決定，清清楚楚，乾乾脆脆，你我永遠不拖不欠。但輕向上能發現，在印象上留紀念，每一刻都記得你甜蜜過的臉。眉目裏似哭不似哭，還祈求什麼說不出，陪着你輕撫着煙圈，到唇邊講不出滿足。你的溫柔怎可以捕捉？越來越近，卻從不接觸。天在兜圈，那情要怎麼可算短？
穿這曖昧的眼，愛和情這來甜一晚，終須到歸還，無謂多談。猶豫在似夕陽離之間，望不穿這曖昧的眼，似是濃卻仍然很淡。天早灰藍，想告別偏未晚。仍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間，望不穿這曖昧的眼，愛和情這來甜一晚，終須到歸還，無謂多談。猶豫在似夕陽離之間，望不穿這曖昧的眼，似是濃卻仍然很淡。天早灰藍，想告別偏未晚。好，嚟到最後一節，太好啦，收工啦。咁啊，今日係2025年嘅5月28號，現在係下午2時27分，外間溫度26度，相對濕度64%，唔係84咁。咁啊，嚟到最後講勁嘢啊！咁咧，我最近呢啲同事間咧嗰度知道個新詞彙啊，叫做情緒價值啊！情緒價值啊，真係〜即係我反思完呢樣嘢，真係累人累己啦，唔係累人累物喎，累人累己喎。因為咧，我聽啲男同事拍拖咧話咧，成日同個女朋友鬧交咧，就係話個女朋友話你都俾唔到情緒價值我，咁我嘈噶啦，可以嘈噶啦。即係其實即係氹唔掂就叫嘈啦。即係我哋以前老派啲嘢講，得氹唔掂就嘈。但係你調翻轉都好危險喎，你氹得掂就咩都唔使噶，即係你又唔使付出任何嘢，唔使即係咩都唔使，就係氹得掂就得噶咯。咁啊，最近有套劇叫《難氹》，我唔知係咪寫呢啲，我未睇。咁啊，情緒價值，唉，真係累人累己。其實啲女士咧，我知道啲女士好着重呢樣嘢嚇，但係其實你咁着重呢樣，其實又係一個潛在危機喎。即係你淨係得呢樣嘢嘅就冇噶咯，冇其他嘢噶咯。咁啊，我唔知啦，我覺得係危險咯。咁啊，嚟緊講個勁嘅故事，細聲啲音樂先有。咁啊，呢個故事咧係我尋日個學生點喚起我原來有單咁嘅嘢即係頭先咧上一節講嗰個渣男咧，即係普通版嘅簡單版渣男。哇！呢個嚟緊講呢個勁啊，我直頭覺得瘋狂。點解你仲未講啊？講咁耐都未講，我講噶啦我。咁咧以前做嘢一入行咧，其實我已經識一個前輩嘅，就個姓氏比較少見啲嘅，唔講咩姓啦。咁啊嗰位前輩咧，我叫阿 Sir 啦嚇咁樣。咁啊阿 Sir 咧就個外人又係成個古惑仔咁咯，即係又紋身啊，又着嗰啲緊身衫咧，好似啲即係真係古惑仔套戲嘅。大天耳個造型就係咁啦，真係咁我又有啲粗咗少少肌肉，唔係好大隻咁樣。咁都火爆嘅個人。咁我唔知咁火爆點解啲女仔都咁中意佢啦。咁咧嗰陣時都會有出嚟落下巴啊，或者出嚟即係同事間食下飯咁樣，或者佢喺公司都有女朋友。咁咧每一次咧，佢所謂嘅女朋友啦，所謂嘅女朋友咧，都係唔同人嘅我可能我哋單純啊，點解又唔同嘅咁咧？即係嗰個女朋友係嗰晚啦，
定係嗰排咧，我都分唔清啦。反正每一個我就係見一次嘅啫，係咪好癲啊？咁你嗰陣時會覺得，咁有啲人啊，即係成世人都係 playboy 嘅嘛，咁啊佢玩係佢嘅事啫，咁樣啲女仔肯陪佢都係佢哋自己嘅事啫，咁啊無傷大雅啦。生活都係咁樣過啦，好好生活。咁諗住佢都唔會結婚噶啦，其實到後來聽翻嚟，仲係佢之前結過婚添，即係可能我識佢之前係離過婚添，結過婚離過婚咁，咁啊冇細路嘅，咁樣都還好啦，咁啊就如是者好多年後，即係我出嚟做嘅10幾年後啦，咁終於收到個消息，呢個前輩阿 Sir 咧話結婚喎，咁啊離奇啦，咁嗰陣時我就係點解咧？我就係相信係人咧過咗一段滄桑嘅日子，可能就即係想即係有翻個伴咁樣嚇，即係個埋街食井水啊！我哋叫做嚇，咁啊諗住變噶嘛，咁啊結婚啦，咁啊空姐嚟嘅，佢老婆就傳聞就即係又係全日又係見一次嘅啫，個老婆都係見一次嘅。咁啊咁啊結婚啦，咁如是結婚啦，咁啊過咗1、2年，唔係好耐就結咗婚，唔係10幾年後，1、2年後，咁啊之後佢哋啲同事啊，即係成間公司就飯局，咁嗰次我就冇去，咁啊 sorry 啦，咁咧咁啲同事又有去啊嘛，咁啊發生件咩事咧？佢帶埋個仔嚟喎，出嚟俾啲同事識喎，即係俾啲 uncle 咁樣食個飯咁。咁咧隔離有女士，就係佢個仔個阿媽，咁啊過癮啦！嗰個係佢個仔個阿媽，但係唔係佢老婆喎。跟住呢個真係瘋狂嘅地方，點解你會有個仔，而個仔個阿媽唔係你老婆咧？咁樣過癮啦！嗱，佢未離婚㗎嚇，咁即係話佢有個老婆，佢個老婆唔知道有呢個女人嘅存在，但係佢又唔介意咧呢個女人同埋個仔同埋佢咧去一個公司全公司同事都參加嘅飯局，跟住啲公司同事又好似好接受，即係又唔會覺得有啲咩唔正常咁咯咁樣，咁啊食咗餐飯。咁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好癲咯。咁點解你即係佢話傳説話佢想生仔，又唔知佢嗰個女伴想生仔定點啊？咁我喺度諗，咁你結婚嚟做咩啫？其實？咁你生仔做咩唔同自己老婆生？即係好似分開咗功能咁，即係你要婚姻就娶個老婆，生仔咧就揾另一個女人生嘅。我諗唔明，好亂啊！跟住同埋我覺得好黐線咯，單嘢就咁啊！嗰下我就冇理由話做正義超人嘅啫。我係咩身世啊？做唔到正義超人，我就係一個感覺就係我好可憐佢老婆先啦。首先就即係你千揀萬揀個人結婚，終於揀到啦！原來嗰個渣到咧係出面揾個人生仔都唔俾你知，蒙在鼓裏，即係仲要全部同事都知，係你唔知。當然可能佢冚世界都知，係佢唔知。哇！咁佢老婆知道嗰下，真係會癲喎！我俾我就癲喎，真係。點解啊？點解會發生件咁嘅事啊？咁咪呢單嘢講緊都可能係6、7年前嘅事啦。咁我唔知佢今時今日佢老婆知道咪？可能知咗離咗婚，我唔知啦。知道一定離婚啦，正常係咪啊？冇咁癲啊！真係何鴻燊，我唔知啊。咁我第一樣嘢就係可憐佢老婆先，第二咧就係可憐佢個仔。喂，咁你個仔啊，即係細個就話蒙佢啫。哇，有爸爸媽媽喎，會幫你買尿片奶粉喎。咁你個仔會大個噶嘛？咁你大個你點樣解釋佢聽咧？我爸爸出面咧就有個老婆嘅，就唔係我阿媽咁啊。我唔知啊，我就係覺得。即係點解兩個成人做啲嘢可以咁任性嘅咧？咁不負責任嘅咁啊！喂，你明知係舐硬嘢嘅，即係你任，可能我係咪我啲倫理太過嚴謹啊？我嗰陣時就諗唔明咯。咁點解兩個大人仲要年紀大過我啊？相信係都可以咁任性。
所以呢間嘢係我咁多年以嚟咧，我聽過最瘋狂，真係好癲呢間。咁啊冇啦，咁樣人哋家事嘅嘢，咁啊生活啊都係咁樣繼續過落去啦。我唔知大家聽完之後有咩感覺。咁今日其實講嗰啲渣男渣女咧，啊唔係冇渣女，渣男，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尋日同個學生咁樣講，其實你識一個人咧，你頭1、2個月真係唔知咩料嘅，真係，即係你即係佢可能同你好好傾啊，話嚇所謂情緒價值啊咁俾到你，但係其實你要識以年嚟做單位咧，先摸得清嗰個男人咧個底咧，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好人先啦？即係講係咪一個正常好人先啦？因為咧衰起上嚟咧，真係冇感覺，我覺得佢哋冇感覺。咁你好似阿 Sir 咁樣，喂，其實佢有冇諗過佢老婆係一個有機體嚟嘅啫？即係你有冇諗過佢老婆有感覺㗎？哇！你一爆咗佢老婆，咪黐線嘅。咁啊，當然我相信佢冇諗啦，有諗又唔會做啦。咁其實我識佢咁多年咧，即係 Playboy 咗咁多年咧，我得出一個諗法就係，其實嗰個人咧做嘢唔係好理人感受，即係對同事都係，即係好利己主義咯。即係可能呢啲渣男咧，其實我夠膽咁講，普遍都係呢啲咁嘅格調，即係好利己主義，即係最緊要自己爽咯。爽完之後個仔邊個樣啊，或者即係有啲咩手尾跟啊嗰啲，唔關佢事嘅，即係好冷漠啊！真係，所以咧真係，即係邊個黐着嗰啲咧，就真係你真係好自為之啦。不過就其實你依家個社會都係咁噶啦，總會有人中埋去噶嘛。所以我點解要錄呢一集電台去發泄咧？因為即係日光之下無新事啊！我哋講一定會重複犯錯同埋重複發生嗰啲嘢。咁啊，我唔知今集好唔好聽喎。其實，反正我一定係極少數咧被選中嘅小朋友咧先聽到呢一集。因為咧我唔可以公開呢扎嘢咧俾人哋知。如果唔係咧，我翻工危險，會俾人戒頸。我相信。咁啊，臨尾播同埋頭先播歌啊！我咪播咗鄭秀文不拖不欠同埋王菲嘅曖昧，即係我終於播到2大天后嘅歌啊！真係好開心。咁我嚟緊就播多2首就收工啊！原地解釋。咁陶喆陶吉吉嘅歌。咁第一首就係舊歌啊，播首流沙。然之後咧臨尾就勁啦。千言萬語啊！佢改編咗呢鄧麗君姐姐嗰首《千言萬語》，我覺得幾好聽。大家聽完就最好忘記咗發生咩事啊！唔好 keep record， 唔好周圍派咁樣就大家聽完就算啦。咁樣我係博哥啦。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看就这样吧。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
这样吧。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Baby， 是我太傻。我还是会常常想你。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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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是一再的错，一再的错，不要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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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向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妈妈，让我这样吧。千言万语那么多，无法说出的难过，千言万语千百叹息。Yo, yo, yo, check it out. Yeah. What up? West Coast. LA in the house. DT. Drop it.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What up?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爱着我，千言和暗语，却也浮云掠过。Come on. 千言万语这么多，无法说出的难过。No no， 讲过不用懂，千言万语千言叹息，千言万语也冷漠，什么理由不能说？千言万语千百叹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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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o, break it down.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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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Yeah, yeah.
言万语。